經過一輪已經嚟到呢個 PlayX 啦，勁多人呢度，大家可以過嚟呢度打卡啦。有個好靚嘅蝴蝶玫瑰牆，跟住咧呢度仲有5個區域，呢個係網紅打卡位大袋袋，呢個係其中一個打卡嘅區域呢度，好靚嘅藝術品啦呢度，可以打下卡。跟住呢度有個星星啦，都係啲打卡位。電音啊，咁呢度係嗰啲遊戲區啦，就見到有好多人玩遊戲，贏積分，贏咗啲積分咧就可以換酒飲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黑貓。話說咧，黑貓呢排心情麻麻地啊，所以咧諗住去放鬆下。咁你可以去邊度放鬆呢？今次咧諗住去深圳嘅酒吧度 relax 下。其實我係第一次去深圳嘅酒吧咯。聽講深圳酒吧同香港嗰啲咧係好唔同嘅。咁真係要睇下先知係咪真係咁多嘢玩，同埋有幾唔同啦。有咩玩呢？我哋事不宜遲，一齊 Let's go 去睇下啦！今次呢就搭到呢個會展中心站嘅 B 出口，咁一出嚟呢，呢度就已經係領展中心城啦。咁我哋喺外圍咁樣呢度行，跟住去。呢度沿住有好多酒吧嘅，去到呢個位。呢度有升降機落去下沉廣場，呢度係有 locker 㗎，大家可以啲嘢擺喺外面。未滿18歲禁止，唔止衣衫不整，唔可以着拖鞋。超多人啊！佢呢度有5種房間嘅打卡位，唔同風格，個個都過嚟打卡。手袋，街區這裡就是玩各種積分遊戲兌換酒水的，然後這些 NPC 都可以一起互動，可以一起玩這種。有多 NPC 一齊玩遊戲。呢個區域呢，就係最安靜嘅區域啊！咁大家可以飲酒超下、傾下偈咁樣，好園林風咁樣。呢度係會有啲表演啊、音樂睇嘅。呢度有不定時表演啊！
購買68蚊嘅就可以玩一次。桌子也可以直接投過去。哦，咁難嘅，哦，中咗啊！輸同贏咧就有積分啦，咁就2000積分咧可以換酒咯。來簡單的說一下我們的遊戲規則，我們先石頭剪刀布，贏的先，贏的有3顆彈珠，輸的有2顆彈珠，然後我們依次投入之後，所獲得的積分加一起就是我們的總積分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這裡面已經有1顆彈珠了，再掉1顆下來的話就是無效彈珠哦。那我們開始遊戲吧。好的，哇哦，500分。好，那我也是500分。那我們的第2輪啦，來吧。好，100分。然後我們最後的話就是900的積分，好厲害的，玩得開心。是我們的幸運大轉盤哦，每個人都有3次機會，3個回合下來，分數最高的人可以拿走我們全部積分哦。積分可以兌換我們的酒水。我們先石頭剪刀布，贏的先轉，剪刀布，先抓着把手轉一圈的。過一圈就冇分啦。是200分哦，那你了第2個回合。一金獎，哎呀，可以贏，然後獲得順利拿下1400分，係好贏咯！佢臨尾得100，又勁多打卡位，跟住又可以飲住酒咁樣打下卡，靚靚。好啦，大家睇完一輪，覺得深圳嘅呢一間酒吧點呢？有冇人同我一樣呢？都係第一次過嚟深圳嘅酒吧呢？而家睇到咧呢一間酒吧係同平時唔同啦，係有勁多打卡位啦，同埋有5個唔同嘅區域嘅，咁就有唔同嘅 feel 啦，有啲 high 啲，有啲玩遊戲，有啲靜啲，適合朋友去傾偈，有啲適合去放鬆，同埋呢度係有好多表演啊，有唔同嘅歌手啦、樂隊啊嗰啲，同埋 DJ 啊咁咯，同埋有勁多靚女啊！除咗可以過嚟打卡之外咧，都可以過嚟玩遊戲啦、放鬆啦，同埋一齊過嚟 high 啊！咁大家如果想過嚟玩咧，我都會建議星期5或者星期6呢2日咧就會比較多人啲啦，熱鬧啲。咁同埋咧就建議9點後過嚟嘅，因為好多表演咧都喺9點後之後開始，同埋有啲咧凌晨12點1點先開始嘅，所以大家咧唔怕悶啊，可以由9點一直玩到落去。主要呢度嘅環境咧都係氣氛為主啦，大家可以感受下氣氛啦 ，relax 下，體驗一下，同埋欣賞下唔同嘅表演啦，唔同嘅靚仔靚女嘅。唔知大家今次鍾唔鍾意慳包嘅分享呢？同埋對深圳嘅酒吧咧有咩睇法呢？歡迎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㗎。鍾意呢條片記得讚好同埋訂閱慳包教主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Pikachu, Pikach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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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kachu.